头所等的台湾，蔡总统过年前是特别到空军第4战术战斗机的连队来颁发着加菜金，这嘛是空军乌鹰事件了后，总统第一届到这个部队。总统蔡英文表情真严肃，空军救护队乌鹰直升机失事后，蔡总统头一摆到乌鹰直升机大本营嘉义基地。嘉义基地的弟兄姐妹。 因为在殉职的将士当中，有3位是跟大家朝夕相处的同仁，我知道各位心里一定是非常的难过与不舍。因为总统爱大家较有精神的。我对各位很有信心，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志气。 现场有放乌鹰直升机，内面真简单真快，不过大量提升空军的战斗力。 陆军航铁部乌鹰直升机伫去年10月已经成军，空军救护队乌鹰直升机是延到2月才办成军典礼。救护师嘛向总统介绍救护的装备。伫过年前，总统专工来这颁发加菜金，感谢国军的辛苦。 在空军救护队黑鹰直升机成军前，蔡总统特别到嘉义基地为空军救护队加油打气。以上是华视新闻城市彭冠霖在嘉义的采访报道。